我给你们拼了！拿什么？刚才不是咋了？慢慢喝啊，不着急，别装死。把他一扒了，没劲，怎么办？慌什么？一条贱命而已。他再不济，那也是有爵位的呀。那就把他扔到河里。这个下着，我把那个布给他一搭，把那酒给他一倒，我还没玩够，怎么就断气？你说这人与蝼蚁有什么区别？没区别。现在这样。